果有什么误会，也应该说出原委，怎么能够一去不回？难道说7年相爱就这样化作情缘，一夜之间变得粉碎？告诉我为什么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愿意当着面向你赎罪。虽然说过我坚强，可是这时候我不能不流泪。就算是非要离开，也应该说声再会，怎么能够头也不回？哪怕是你对我说你觉得已经后悔，我也不会去怪谁。告诉我为什么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愿意当着面向你赎罪。虽然说过我坚强，可是这时候我不能不流泪。什么误会，也应该说出原委，怎么能够一去不回？难道说7年相爱就这样化作情缘，一夜之间变得粉碎？告诉我为什么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愿意当着面向你赎罪。虽然说过我坚强，可是这时候我不能不流泪。